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这天来到风光明媚台山县上的东市，探访用当地水果酿造的酒，不仅保存原有水果的香醇，更提高当地果农辛勤耕耘的收益。你在台山县的话，你基本上你所走都是客家庄嘛。对。那酿酒在客家庄来讲的话，它算是一种习俗，因为在客家庄的资源比较少啊，所以说老祖先呢总是会把一些东西呢能够它延长它的那些使用让它的那个使用的效果极大化这样子。那当然在这边我们自己本身盛产的水果，比方说是橘子啦梅子啦或者说水梨啊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可以酿酒的，那我们就用这些在地的原料来把它做成酒。这是我们这边在地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橘子酒。我发现水果酿的酒它都有保留它原来的那种果香味。橘子酒的原料来自于台山县上结实累累的丰硕果实，运用当地农民酿造技艺，保留住最美味的幸福口感，为酒赋予新的生命。而除了水果酿造之外，也运用常见的米来酿造成米酒。米酒是台湾最传统的蒸馏酒，刘大哥更述说着客家人的生活与米酒密不可分的关系。米对客家人来讲是很重要的食材，就像一些逢年过节一些米制品板米糕那些东西。那米酒的话，客家人对米酒就是说，我们在女性在坐月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纯米做的米酒下去坐月子。所以就是在坐月子的时候喝这个的话，会对身体舒缓一点，这样。对，因为我们是用纯米下去做。以米食为基底的客家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有米制制品的发想，米食的运用更是多元，而其中最让人知晓的就是米酒，也成为妇女生产后坐月子期间调养身体不可或缺的食材之一。哇，今天下来收获很多从刚刚乌大哥会用在地的水果去蒸馏成酒，刘大哥呢带我体验了这个米酒的制作过程，我才发现其实米酒的制作过程是非常的繁琐。那我看到乌大哥跟刘大哥这么认真用这种乐活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自己蛮钦佩你们的，谢谢。